食太多嘅蛋白質會令到我哋嘅腎臟消化唔好啦，攝取得過多咧就會令到我哋變得好大隻啦。關於蛋白質所有嘅謎題咧，我哋今日咧就會逐一同大家打開晒佢，好冇？咁首先咧，我哋要認識一下，其實蛋白質咧對於我哋人體嘅作用係啲乜嘢先？因為關於我哋身體嘅所有嘅運作啦、結構啦，包括製造肌肉啦，甚至係調節翻我哋嘅免疫系統啦，包括我哋嘅腦部細胞、皮膚細胞、腎臟細胞都息息相關嘅。咁所以蛋白質對於我哋人體嚟講咧係相當重要嘅。咁究竟點樣為之夠，同埋點樣為之唔夠啊？點樣為之攝取得多、過多？或者係攝取得過少咧？究竟中間入邊點樣做一個平衡咧？咁今日咧就會為大家咧詳細講翻多少少關於我哋嘅蛋白質啦。咁蛋白質咧入到我哋身體入邊，其實身體咧就會將佢分化成為一啲氨基酸，直至去到我哋嘅腸道，而俾我哋嘅腸道運送喺我哋各部門，即係我哋身體嘅心肝脾肺腎啦，包括我哋嘅指甲啊、頭髮啊。咁而氨基酸咧就會分別會有3大類啦，有9種嘅必需氨基酸咧係我哋身體冇辦法合成嘅，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喺食物度吸收啦。咁另外咧就有非必需嘅氨基酸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身體入邊咧可以自己合成嘅。就管理於我哋可能我哋嘅免疫系統啊，我哋嘅代謝啊，咁所以身體如果你合成得好嘅話咧，其實對於你嘅免疫系統啦，我哋嘅代謝啦，相對嚟講都會比較快啲嘅。咁而大家都聽得多嘅就係精氨酸啦，呢個都係我哋非必需嘅氨基酸啦。咁尤其喺我哋咧可能青春期、發育時期，其實我哋嘅身體咧係好需要呢一個氨基酸，係幫助我哋長高啦、長肌肉啦、操 muscle 啊，或者係想練大隻啊。精氨酸就係非常之重要啦。咁第3種條件性嘅必需氨基酸啦，嚟自於我哋身體冇辦法去合成嘅話咧，咁而需要額外做一個補充嘅，即係有啲咩情況係需要補充翻呢個氨基酸咧？例如可能有一場嘅大病，做完手術，條件性嘅氨基酸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可以愈合啦，修補翻啲受損嘅地方啦。好啦，咁究竟每日必須要攝取幾多嘅蛋白質先為之正常呢？咁亦都有研究指出啦，其實人體喺正常健康嘅情況底下，1kg 嘅體重攝取1.2至到2 gram 嘅蛋白質，取一個中間數咧，就1kg 就必須要攝取1.5 gram 嘅蛋白質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可能話唔係有腎炎啊、腎衰竭啊，咁呢啲咧。特別嘅情況底下，你問翻醫生，究竟你可以每日攝取幾多嘅蛋白質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大部分人如果就算你可能有一啲慢性疾病都好啦，1kg 唔能夠少過0.8 gram 嘅蛋白質嘅。如果攝取得唔足夠，其實會對於我哋嘅身體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包括我哋骨質疏鬆啦，會流失肌肉啦，甚至係我哋康復問題啦、免疫系統問題咧。我哋嘅代謝會變慢啦，甚至有啲人會甩頭髮啦。放榜嘅時間，究竟你需要幾多個蛋白質呢？咁教練會因應翻你嘅情況、你嘅身體嘅狀況，而幫你調節翻究竟你每一日需要幾多蛋白質㗎啦。有好多同學仔就會問啦，其實咧飲2杯 shake、3杯shake，其實會唔會太多啊？究竟其實蛋白質我哋要攝取動物性蛋白質好啊，定係植物性蛋白質好咧？當然啦，人體咧係必須要有動物性蛋白嘅，因為我哋本身就係一個動物嚟噶嘛。咁所以咧嚟自於動物性嘅蛋白咧，係同我哋係更加容易吸收，脂肪量係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高啲啦。食得太多對於我哋嘅心血管都唔係太好。咁而點解要選取植物性蛋白啊？植物性蛋白嘅脂肪會低啲。咁其實咧點解我哋會揀 Herbalife 嘅 Shake？係成為我哋嘅營養嘅一部分咧。首先咧 ，shake 係一個植物性蛋白。大豆分離蛋白其實佢除咗係有蛋白質之外咧，係更加會有40幾種係我哋身體每一日每一餐必須要嘅營養嚟嘅。咁尤其係我哋嘅礦物質啦、我哋嘅維他命啦、纖維啦。咁而我哋人體除咗蛋白質，其實其他嘅營養我哋唔能夠忽視嘅。佳能蛋白粉咧就植物性再加動物性蛋白。點解有啲人增重或者減重都會用佢咧？嗱。
增重咧係必須要食完嘢先飲 shake 嘅，做一個飯後或者做一個餐後嘅補充。但係如果你係減重嘅朋友，你係必須要飲完杯 shake 先至食嘅。原因 shake 咧係一個低升糖指數啦，咁幫我哋降低咗升糖指數嘅波幅啦。第二就係有我哋足夠嘅營養加埋蛋白質啦。而我哋嘅 Dr. Luigi 研究黐肥嘅博士，獲取美國醫學營養管理局專科認證。咁所以佢係非常之有權威嘅代表。呢一位醫學博士咧，都帶領住成個醫學團隊啦，包括有100名以上嘅博士啦，250名嘅科研人員啦，仲有100名以上嘅專家，帶領住呢一班嘅科研團隊咧，由一個種子啦，去到種植啦，去到生產，係經過好多嘅檢測啦。一系列嘅 Herbalife 嘅產品咧，其實佢會經過好多國際權威性嘅認證，包括全球第1名嘅營養早餐啦，全球第1名嘅積極生活模式品牌啦，仲有全球第1名嘅體重管理健康品牌，包括我哋罐入邊嘅低升糖指數啦，對我哋嘅有一個心就係代表我哋嘅心臟健康嘅一個標籤啦。已經贊助超過18年嘅美國洛杉磯銀河球隊，甚至係 C 朗由以前做咗好多年嘅代言人。So Cristiano, let it rip, buddy. Well, hello everyone. Now I just want to say to Herbalife, thank you a lot to be part of the family for many years. 今年已經成為咗我哋公司嘅營養顧問，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低升糖指數嘅底下，而佢個卡路里好少，甚至係佢除咗有營養，亦都有足夠嘅蛋白質，喺你嘅健康飲食控制咧，係更加之容易可以達到你想要嘅效果啦。包括小朋友、大人啦、老人家、孕婦啦，甚至痛風嘅人，其實佢都可以用呢一個 shake 嘅。我用原形嘅食物就得啦。其實現時嘅原形食物究竟係咪真係品質上面咁有保證呢？而你平時喺出街去茶餐廳嗌咗一碟菜，其實你唔知道佢種植嘅場地啦，點樣去種植？成個過程入邊，你係唔會知道，亦都冇人係會為咗你去檢測去做檢驗。如果你係一個聰明嘅消費者，你就會自然會去選擇究竟邊一樣嘢係可以值得我哋去投放我哋嘅資源。尤其我哋都市人係會更加方便啦，因為依家3餐都會出街食，係咪？如果你話一杯 shake 同我哋平時出街食嘢差唔多，咁點解又唔會選擇一個更加健康嘅方式呢？大家明白呢個概念呢，我相信你哋自然會識得揀。好，今日咧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我哋下一次再見。